你还有2个5连绝世啊，真厉害！什么？姐，你的王者号能不能借我玩一下？我想试试高端区的感觉。你想坑人啊？没有，我打的也挺靠谱的，就是没有一直排位而已。你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你会害我被举报的。我好想玩高端局。算了，给你。打不过记得给我啊。啊，知道了，你最好了啊。我能打赢别人吗？打不过，把手机给我。你这名字挺有意思的，什么摘棉花？哇，你这排位胜率也太高了吧！哦，你还有2个5连绝世啊，真厉害！什么2个5连绝世自己打的忘了。月底生日，想要什么礼物？送我一个5连绝世吧，我打到现在都没拿到过5连。韩老师，一会儿邀请您给年度最佳对抗路颁奖。哦，那好吧，我先过去哎，了。你先去吧。我先过去了啊。哎，谢谢你们啊，今天辛苦了。晶晶，晶晶，怎么啦？佩佩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跟你告别，但是他却偷偷的给你准备生日礼物，这是为什么呀？那可能是他有什么苦衷吧。我不要找一个我喜欢他，比他喜欢我多的人。这个理由不成立，我没有少。有的，你说我们不合适。真的喜欢一个人是很冲动的，不会犹豫挣扎，不会想那么多。那我大概和你不一样，我想的太多了，快想我一辈子了。晶晶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我只是有点难过。